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东的局势啊。这个备受瞩目的美伊第3轮会谈在日内瓦结束了。那么对伊朗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在谈判桌上还可以继续扯皮，苟延残喘。那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就是福特号航母的厕所修好了，这个福特号航母又再次整装出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过去的24小时，伊朗、美国、中东、波斯湾都有哪些最新变化。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谈判，双方各自表述都是显著进展，但是在这个显著进展的背后是神棍政权拖延加备战双管齐下，但掩盖不住内部崩盘的信号。过去24小时各大媒体报道高度一致，美伊第3轮间接和谈2月26日在日内瓦结束，无最终协议，也就是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各方口径都往好里说。这个新华网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日表示，当天在瑞士日内瓦与美国代表举行的第3轮间接谈判取得良好进展，双方与各自政府磋商后，新一轮谈判预计于下周举行。你看这是好消息把这个挨揍又往后延了几天。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在 X 平台贴文说本轮间接谈判取得显著进展。这个中间人和事佬也说显著进展。而美国的高级官员对 Axios 这个媒体说进展积极，也就是三方单是双方加上和事佬都说进展积极。这个路透社华盛顿邮报美国各大媒体都确认说谈判持续数小时，中间休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加入，技术层讨论下周，也就是要移师维也纳，也换个地方谈，不在日内瓦了。但是各方所谓的积极进展只不过是拖延，为什么呢？核心矛盾无法解决。CNN 报道说，伊朗试图为特朗普量身定制胜利协议，就是让特朗普有面子，让特朗普看上去好像赢得了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暂停浓缩3到4年。你说这个点儿卡的，不正好特朗普下台了对吧？就你特朗普在台上，我给你一个面子，这个我就不浓缩了，你下台了就别管了，就这意思正好3年4年嘛。然后呢，允许国际核查，给特朗普面子，对不对？我不是自己说你可以来随时检查。然后承诺买美国货，不是做贸易吗？特朗普不就喜欢赚钱吗？我买你们东西不行吗？然后给美国石油天然气资源，你不是从委内瑞拉控制人家石油吗？我来也给你控制一下。看上去伊朗是为这个特朗普量身定制的，根据特朗普的喜好搞的一个协议。但是特朗普显然这回不想上当，美方硬核要求。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第一个是摧毁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3个核设施，就彻底摧毁上一次炸没有炸明白，这回你们自己摧毁。第二个呢，所有的铀浓缩交付美国，给俄罗斯的不行，你送到美国来。第三个是永久有效，就是这个协议你不要等着我一下台这协议就不行了，别扯这个叫无日落条款，对吧？你要想给这个协议加个期限，特朗普希望是1万年，就这意思。第四个是停止浓缩但可保留民用，就是那种民用指什么？你比如说那个你核磁共振，对吧？你这个什么拍个 X 光片，那都有需要这个核技术没毛病包括发电。第五个先最低制裁豁免。第六个是弹道导弹是重大问题，就是不能不谈。这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是美国的底线红线，特朗普的红线。伊朗国家电视台直接拒绝，说拒绝向国外转移浓缩铀，坚持核材料必须留在境内。而这个半岛电视台引用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彻底停止铀浓缩、拆除设施、转移铀库存原则被完全拒绝。你说这个分歧大的像那个霍尔木斯海峡一样。这个军事上呢，美国动作也没停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说，福特号航母26日驶离希腊克里特岛，继续开往中东，与林肯号形成双航母打击群。彭博社确认，伊朗卡尔格岛
2月15日到20日，原油出口近2010万桶，日均超过335万桶，是1月的3倍。这个显然啊，这是伊朗在备战，也得赶紧加紧出口啊，别打起来出不了口了，没钱，怕被打后港口瘫痪，先把钱赚到手。沙特路透社消息啊，说沙特提高产量，为伊朗遭袭做准备，与2025年做法一致。欧佩克加3月1日磋商，可能4月增产17.3万桶每天啊，欧佩克加要增产了。而以色列的这个媒体啊说，一旦美国批准，以色列将立即对伊朗发动攻击，真主党严阵以待，应对美国72小时内可能的打击。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6日向特朗普汇报军事现象，这个是央视报道啊，这也是去年12月以来首次。作为这个总指挥啊，现在向这个特朗普汇报，准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下令攻击了？而伊朗的国内呢，根据很多媒体报道啊，这个说2月23号啊，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200多名武装分子突袭德黑兰，叫莫塔哈里综合大楼，目标直指哈梅内伊的官邸。这个建筑物啊，一共是0.5平方公里，4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墙，防无人机屏障，有17个旋转摄像头，8000名安保，其中有2000人啊，专门保护哈梅内伊，有一名准将指挥。这个所谓的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啊，收买了这个哈梅内伊这个身边的人啊，内鬼，关闭了摄像头，但是啊，被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发现。据说啊，100名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被击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伤亡惨重，救护车、直升机是吧，来回穿梭啊。伊朗官方叫梅赫尔通讯社称，4名雇佣兵用 PVC 管制造的炸弹被巡警逮捕。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伊朗内部也内乱了啊，而且这个目标是直指哈梅内伊本人。所以过去24小时啊，这个关于中东、关于伊朗，表面上啊是谈判加备战，实则是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啊是在悬崖边疯狂的挣扎。谈判所谓的进展不过是拖字诀，想熬到特朗普让步。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能够打到这个综合大楼，它在伊朗啊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蜘蛛网，代号啊，能打到蜘蛛网核心，说明伊朗政权内部啊已经烂到根了。这不是外部压力啊，这是教士集团统治45年积累的内鬼加民怨的总爆发。双方一边谈判啊，一边口水战没停，对吧？互相对喷呐。美国、伊朗双方口水战以及心理战，美方画底线，伊朗喊铁拳，实际上都是冲着啊这个虚弱的伊朗教士集团统治。口水战24小时升级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啊，我们会在中东打上一场多年看不到尽头的战争。这种说法，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我们更倾向于外交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方面的行动和表态。这个万斯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一切看伊朗的表现，要么对吧，就是投降，答应特朗普的要求，要么就是一场短平快的暴风雨的打击，不可能说在你这耗上3.5年，就这意思啊。而特朗普通过军力展示坏事将发生的威胁，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25日在集会上说啊，如果美国故技重施，必将感受到伊朗的重拳还击。中东美军基地都是合法目标，也双方赤裸裸的放话啊。伊朗外长阿勒格齐说啊，谈判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方，就是美国啊是否持认真严肃态度。这个伊朗的一个主战派的喉舌媒体啊，他的总编辑叫穆罕默德·萨尔菲，他亲自撰文呼吁正义联盟的大哥二哥要明白，支持伊朗就是在捍卫自身的战略利益。这个伊朗国内啊，主战派向正义联盟大哥二哥喊话，不能再做闭上关了，要下场，对吧？要跟美国对着干啊。捍卫伊朗就是捍卫你们自己的利益，你说说吧。伊朗提定制胜利协议，想让特朗普宣布比奥巴马协议更好，美方却通过华尔街日报把6点要求全公开，逼伊朗现原形。伊朗多名官员26日表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拒绝零浓缩，拒绝外运油库存。这个口水战本质啊，是神棍政权在用强硬叙事维持国内合法性。哈梅内伊家族加革命卫队靠反美反以吃饭，任何实质让步都会被国内强硬派和民众视为投降，导致内部分裂，
加速垮台。所以说对伊朗的教士集团来说啊，现在就到了一个 bug。 什么 bug 呢？就是不能真打，因为真打你打不过，实力差距大，但又不敢真谈，真谈那不就是投降吗？所以他唯有嘴硬，再加上拖自决，而这恰恰是专制神权晚期典型的症状，像当年的苏丹、利比亚、叙利亚、阿萨德前期一样，外部一压，内部先爆炸。所以伊朗人是说最狠的话，最毒的打。那特朗普他手上动作没停不光是在口炮不光外交谈判优先选项是外交，但是军事上面可一点都没闲着，是加紧部署。美国的双航母就是福特加林肯号17架 F-22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首个蝎子特遣队神风无人机也派到中东中央司令部司令对吧？库珀上将去汇报战争准备情况。所以这是2003年以来最大的集结。这是美国那伊朗呢？革命卫队最高战备，导弹雷达往西移往东散，反正总之这个眼花缭乱，反正没闲着，准备饱和攻击以色列人口稠密区。这是彭博社报道的而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是72小时随时待命，准备随时开干。这个彭博社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美国神风无人机队已具备作战能力。这支代号蝎子特遣队的自杀式无人机队是由美国军方实验性无人机队发展而来。霍金斯说我们在去年成立了这支中队，旨在迅速为我们的作战人员配备不断发展的新型作战无人机能力。美国这支单向攻击无人机机队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地区军事集结的一部分。特朗普下令成立这支无人机机队，目的是迫使伊朗进行核谈判，也就是特朗普要派出这支叫神风无人机特遣队，准备对伊朗进行打击。不光是双航母不光是 F-35、F-22 什么 B-2， 还有无人机特遣队。就问伊朗你受得了吗？所以这个特朗普部署是以压促变，伊朗则是不对称恐吓。但是铁的事实显示伊朗的教士集团军事工业虽有导弹无人机，却无制空权，无可靠的防空。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这个以色列的战斗机在伊朗上空对吧，如入无人之境，任何有限打击都会让革命卫队现出纸老虎的原形。所以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呢，它是靠伊斯兰革命卫队镇压国内老百姓。一旦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外部打击中损失惨重，或被民众视为无能，那么军队倒戈加民众起义那就必然发生。伊朗教士集团1979年就是这样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现在风水轮流转，终于转到了这个神棍政权头上。伊朗的这个反对派领袖他在媒体上发文，他说伊朗政权即将崩溃，经济危机深化，制裁加内部动荡让他走到了最后一步。这个伊朗的困境大家都知道，他外部压力是推手，但是核心还是它内部治理长期失效，经济发展政策摇摆，国际棋局左右逢源，屡屡失算，对吧？才是它真正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所有的外部压力那只是外因。所以这个佩泽西奇扬是吧，在前几天大会上面指责大国没有帮助伊朗发展经济，没有给伊朗投资，答应好的多少钱，对吧？多少亿的投资都没有到位，他的抱怨大国打铁还需自身硬呢。所以这个伊朗国内是矛盾重重压力重重。这个他的那个哈梅内伊的这个堡垒就是蜘蛛网被打穿，核心堡垒的不保，政权控制力崩盘的前兆。也就是这他不是被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有人被收买吗？这个反对派的武装这200人就能突袭哈梅内伊的这个蜘蛛网，哈梅内伊的堡垒。当然哈梅内伊在不在里面不知道伊朗的官方媒体还企图掩盖这次袭击，但是这个视频在网上到处是伊朗是害怕虽然这种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很快就镇压下去了但是伊朗不敢承认这是起义，因为害怕真相引发连锁反应。这边有人起义虽然失败了，那边是不是有人也要冒险呢？那伊朗国内那就到处起火漏风现在是疯狂的往外运原油，也说明第一个是怕制裁，怕打击，怕挨炸，说明这个伊朗内部财政也到了个悬崖，到了边上。伊朗的教士集团神棍政权是靠恐惧加宗教加暴力来维持，一旦恐惧失效，就是民众不再怕死；宗教失效，就是青年越来越世俗化；暴力失效，就是军队分裂。那必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积累了45年的矛盾要总爆发啊！现在就在前夜啊，爆发的前夜。我们看看美国国内啊，美国国内啊，它也有分歧，民意支持强硬，却怕零伤亡破灭。白宫的公关啊，正为有限打击加政权更迭铺路。美联社它有一个民调啊，说超过60%的美国人视伊朗为敌人，80%的人担忧伊朗的核威胁，48%的人极其担忧，那就很严重了啊！就是有一半美国人非常担心这个伊朗的核威胁，那就这为特朗普啊对伊朗动武啊，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民意的基础啊？这是美联社的民调啊。政治网站报道啊，是白宫构想先以色列打击，伊朗反击，美国以保卫以色列民意参战，制造悲情。当然，我想特朗普恐怕是不会在乎这个的，不用为特朗普找什么战争的借口啊，他不需要借口。特朗普自己不说了吗？他没有什么法啊，这个一切都在他的道德什么约束下。博尔顿等鹰派公开谈论政权更迭风险与机遇。美国分歧其实给神棍政权最后一击的机会。特朗普倾向有限打击，就是炸核设施加展示肌肉，正好触发伊朗内部起义，而非泥潭战争。所以美国国内啊零伤亡的红线，加上鹰派的政权变更的诉求，正好完美匹配伊朗当前脆弱的窗口，一打就可能引发连锁崩溃。实际上，伊朗的教士集团啊垮台就缺一个导火索，外部高压，内部老百姓活不下去，再一制裁，实际上就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看看这个其他国家都什么态度。首先是以色列啊，以色列是最大的变数。根据媒体报道啊，说一旦批准立即动手，担心导弹伊朗的缩减导弹即失去威慑。而欧盟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现在都在敦促啊本国的公民撤离伊朗。中东的王爷国家比如沙特，那就是默默的啊在提高产量，准备这个等着伊朗一开战，伊朗那个油就运不出来了，受制裁啊，所以沙特是赶紧啊增产，完了要夺回它丢失的市场份额。所以这个第3轮啊日内瓦会谈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又能扯一阵子，坏消息就是福特号航母啊还有2天啊就到达这个地中海，到达以色列什么指定位置，也就是进入战斗位置。那时候就是万事俱备，只欠特朗普一声令下。大家所猜测的啊，基本上就是小打、中打还是大打，就这点区别。我在想啊，如果你对伊朗不进行一轮打击的话，那伊朗国内他凭什么让步呢？伊朗的这个强硬派跳得也挺高啊，伊朗的这个负责谈判的啊，阿拉戈齐，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些人啊，他是务实派，有点像那个大清的时候、晚清的时候那个李鸿章，就这种意思。他是务实派，他倒是想跟美国啊签一个什么让特朗普满意的协议，但是伊朗国内能通得过吗？你不把他打一顿，伊朗国内的这强硬派，他不就是指责这个阿拉戈齐，指责佩泽西奇扬卖国吗？投降，对吧？擅权辱国。所以你看啊，这个美国啊不打是不行的，那必须打，是大打、小打还是中打，就这点区别。你不打，伊朗他不服，那伊朗的那些什么亲西方的啊，或者叫改革派吧，这些人他没有话语权呢。佩泽西奇扬的靠边站了，都向那个拉尼贾尼汇报，拉尼贾尼是个强硬分子，他怎么会让步呢？所以你不把他打疼了，他能让步吗？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特朗普打击伊朗是没有什么悬念，无非就是打击的力度、烈度。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维也纳他们的这个下一轮和谈啊，技术达成框架，什么框架呢？就是啊，伊朗暂停浓缩铀啊3-4年，而特朗普宣胜。特朗普说我赢得了一个好的协议，美国分阶段松绑制裁。但是啊，无论是什么协议啊，就是无论特朗普最后怎么打，伊朗的神棍政权他已经撑不住了，因为任何让步啊都会被强硬派和民众视为背叛。实际上你想一想，清末啊就是这种环境，甲午海战的吧，甲午战争，大清国内那么多都是主战派啊，摩拳擦掌，觉得打一个小日本人难道还有什么难度吗？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啊，神棍政权2026年必然垮台，因为它已经走到了尽头啊，这叫恶性循环，恐怖螺旋。首先是内部合法性必然会彻底破产，主要是由于啊，你看经济崩溃，老百姓抗议，内部挑战不断，对吧？现在连这个伊朗人民
圣战者组织，连这样的反政府组织都出来了，这跟晚茶不一样啊。而伊朗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也是漏洞百出啊，想把它淡化成一个偶然事件。第二个就是军事方面，那是外强中干，连这个正义联盟老大他威慑对吧，威胁别的国家，人家都不在乎啊。正义联盟老大不就是威胁欧洲这些国家吗？动不动要核武器和平他们，那人家照样啊援助乌克兰。你说你一个伊朗，你威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你威慑以色列，人家会在乎你吗？梅德韦杰夫对吧？普京手上腰里别着煤气罐，威慑别人，别人都不在乎，是不是这个逻辑啊？现在特朗普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你老鼠你怎么威胁猫有什么用呢？实力悬殊太大啊，对吧？这个美国以色列那是精准打击，精确打击啊！你伊朗从正义联盟大哥二哥那里搞点那破铜烂铁的有什么用呢？那玩意儿只能对付伊朗老百姓啊，对付伊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叛徒，对内它管用，对外它就变成废铁。这是它军事上面啊，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这个国防部队正规军呢，那之间矛盾那也是非常大的啊，随时可能交火。那个矛盾大到什么呢？那个矛盾大到这个类似于普里戈金那个瓦格纳和俄罗斯的正规军之间的矛盾，你再自己想想去吧。一有机会，普里戈金、瓦格纳他叛变了，别看他们是一波的啊，他们的之间的这个仇恨呢，不比跟这个乌军对吧之间的仇恨还大。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正规军之间的矛盾，可能比这个伊朗正规军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军之间的矛盾还要大。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这是军事方面，那外交方面，那肯定是四面楚歌啊。现在正义联盟的大哥二哥这几个成员都是只呐喊助威，没有实际行动啊，只是在那高喊兄弟顶住，兄弟对吧？这个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一定要顶住，不行就主动出击，对吧？美国要敢揍你，你就跟他拼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历史周期率啊，这个神棍政权啊，这种专制政权，它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它的矛盾只能积累、镇压、镇压再积累、积累再镇压，最后总爆发。他跟那个美帝还不一样，你看美帝特朗普乱整吧，他在国内他过不去，对吧？美国那个还有一个最高法院给他否定了这个关税，对吧？然后他想搞那个格陵兰岛，那美国国内人不同意，他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也就是说，你特朗普怎么折腾，你不是无法无天，对吧？不是随心所欲啊，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换种角度说，就是他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当然了，压垮神棍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必然是特朗普的这个军事打击和制裁双管齐下。快的话啊，3到6个月内，伊朗的教士集团神棍政权就在有限的外部压力和内部起义中垮台。后续过渡政府啊，大概率会加速世俗化，不管它是建立一个亲西方的还是亲大国的政权，总之啊，它会正常化，对吧？就是重回到正常国家的轨道。而中东少一个乱源，正义联盟少一个主要捣乱的，这个正义联盟大哥就更加形影孤单。你看看啊，这个联合国这个大会上面关于乌克兰的决议是吧？投反对票的是哪些国家？那上面全是正义联盟，伊朗、朝鲜、古巴、俄罗斯、白俄罗斯，二哥投了弃权票啊！这就是过去24小时啊，关于伊朗、关于中东局势的变化。战争的阴云并没有消散，反而是越积越浓。但伊朗这种号称也是几千年的文明啊，波斯文明，遇上特朗普这个交易艺术，我们看看鹿死谁手啊！好，我们密切关注啊这个事态的发展。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